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辣得咁慢咗尾二啊！包尾嗰隻咧，暫時威得勇士啊！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埋邊位置，前面銀亮豪俠就貼欄戰先嘅，跟住第二個節節有福咬咗上嚟啊！響外邊有辣得金啊，三踏進佔第三啦，入邊偷位上個東星月啦，中外檔追噶嘛，仲有鄉村樂韻啊，後多層先有幸運傳承，最出嗰邊呢，仲有隻東方福寶啊，最後百零米節節有福，中間鬥緊埋邊銀亮豪俠啊，外邊辣得金亦都追緊上嚟，最後50米到節節有福透出咗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呢係埋邊位置銀亮豪俠啊，慢咗閘走翻上嚟到辣得金啊，跑翻個第3、第4名呢。幸運傳呢個咧鄉村樂韻同埋埋邊嗰隻太行美景咧就比較接近啲啊。結果先拔頭籌係潘頓繼續跑喎，呢隻節節有福啊。第2咧就銀亮豪俠，第3出邊辣得金，第4。5班1650，第2暫時係9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縮咗喺後邊嚟跑啦。紅白衫嗰隻就魔法速遞嚟嘅。好啦，前面快嘅嘛，咁啊見到就外邊位置走上有問鼎巔峰啦，中間依家帶咗出嚟添，君子啊，內欄尾子咧就係魔法速遞啊，殿後嘅馬匹咧咁啊變咗呢個科創世紀嚟㗎。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問鼎巔峰就帶住華美之威入嚟嘅，外邊東方寶寶啦，咁啊揈出去外邊追嘅馬勁爽啊，最出就係呢隻灰馬嘅龍佑生啊，響馬林入邊揾位咧，仲有歡樂老窩啦，中檔位置先見到隻藍心嘅富裕君子啊，最後百零米東方寶寶透出啊，華美之威中間兩個馬中間捐上嚟，富裕君子嘅去勢相當凌厲啊，後多層嘅馬呢，仲有小王爺接近終點相當接近埋邊傳上嚟，富裕君子同埋外邊7號嘅東方寶寶需要影相，第3名似乎小王爺嘅機會亦都高過勁爽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呢隻富裕君子埋邊捐窿捐罅，咁啊細細隻咁，以為7號東方寶寶出咗頭有機會贏嘅時候，埋邊傳上嚟就係呢隻富裕君子。第3名小王爺，第4名出邊係勁爽。第2暫時係1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首度再來白衫嘅，外邊時間寶就紅衫啊，跟住個第3位嘅馬啦，外邊啊翠湖烈風啦，埋邊黃衫第4位凡凡有餘啊，爆竹上咗嚟，響埋邊第5位黃衫凡凡有餘啊，中檔追嘅馬先到先得偷，入邊仲有呢隻紅磚戰士，中檔位置極速滿貫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時間寶仲係佔先嘅，埋邊凡凡有餘已經係上緊嚟啊，咁啊見到爆竹亦都外邊追，但係有啲內閃啊，中間位置仲有隻手到再來啊！最後百零米，凡凡有餘已經係透出咗贏緊呢場賽事。第2名啊嘛，埋邊係時間寶啊！第3呢係外邊嘅爆竹，中間呢仲有隻手到再來啊！結果今場賽事沿路貼欄，咁啊就係慳咗啲位啦。凡凡有餘，咁啊結果啊衝贏晒啦。時間寶啊放頭都係貼欄㗎啦。爆竹呢走規好生硬喎，又內閃又成，都跑過第3，手到再來，似乎係第4啊！8大熱暫時係1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夾嚟夾去密密送啊，蹬咗喺後邊，仲有一隻呢就係安可嚟嘅。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黃衫就進城區，粉紅衫中間就君志成啊。咁啊外邊嘅馬啦，咁啊最初啦，黃衫就龍船快啦，紅衫第4位嘅馬係呢隻浪漫老窩嚟噶。內欄啊，綠衫走咗上嚟，第5位有大千氣象，藍白環間衫馬冧中間呢就香港神區啊。第3位有粉紅衫嘅君志成啦，浪漫老窩第4啊，內欄第5、6衫嘅大千氣象啊，中檔位置呢就香港神區，等入邊有掌聲啊，夢照發要出去啦，拱埋嗰隻就一支箭出去，後邊3隻安可密密送同埋揚威四海啊，最後300零米，前面進城區仲係佔先啊，君志成已經係逐步逼近噶啦，埋邊大千氣象啦，出邊香港神區啦，後多層啊嘛，最出嗰邊仲有隻夢照發，最後100零米，進城區仲有少少嘅優勢，上嚟噶嘛多咯，外邊香港神區中間大千氣象最出夢照發第1名，好接近中間香港神區臨尾呢個勢啊上嚟幾好，外邊夢照發就好遲先撻着，埋邊進城區呢有少少頂高個頭，第1名要影啊，好接近啊！咁啊至於第4名嘅馬呢，埋邊
大千氣象。中國香港欖球總會杯準備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中間位置就做好自己，知道穩勝啊。外邊一起美麗就喺埋邊龍紋邊影啊。咁啊再見到外邊位置啦，係仗義啦，後多層啊嘛，出邊冚啊極光之子啦，馬林中間仲有智多多寶啊，揈出去外邊追，仲有加州活力包尾入直路就巴閉仔嚟㗎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知道穩勝，仲有少少嘅優勢，一起美麗就開始追佢啦。中檔位置㗎嘛，仲係做好自己，外邊啊仗義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出邊係極光之子嚟㗎，最後百零米透出㗎嘛，仲係知道穩勝，一起美麗響過外邊，似乎個勢要過啦，出邊上嚟㗎嘛，仲係做好自己，接近終點，一起美麗捧走中國香港欖球總會杯第2名嘅馬呢，就外邊追上嚟，有做好自己，入邊呢就知道穩勝。至於跑第4名嘅馬係仗義啊。好啦，車輪邊之下贏馬啦！呢隻一起美麗第2名呢，曾經受阻啊，嗰隻做好自己。第3知道穩勝，第4仗義啊。準備好，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金髮盛世埋快閘啊，中間有馬達啦，出邊一路騎上去就快樂神區要帶頭啦。第4位嘅馬，咁啊內欄位置白衫川河石區，外邊走上去呢就勇霸龍，神區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勇霸龍咬到你喎。再見到第3位嘅馬達啦，埋邊位置咗金髮盛世啦，咁啊想掙出嚟川河石區又唔係好夠位，後多層仲有龍威心得嗰啲馬，最後百零米咁啊見到勇霸龍響中檔就已經過咗快樂神區啊。外邊馬達追上嚟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賢者威風、龍威心得、川河石區，夜馬嗰匹係勇霸龍啊，第2名快樂神區。咁啊，至於第3名嘅馬呢，中檔位置係馬達，第4名埋邊龍威心得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勇霸龍咁啊轉換配備，咁啊亦都有啲馬退出咗，而佢可以咬到一個比較前列嘅位置。終點前將快樂神區趕過，馬達就跑第3、第4名埋邊龍威心得。而暫時係6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時候，星運笑着藍衫暫時墊後嗰匹啦，走翻上嚟大約尾3度啦。好啦，前面快嘅嘛，咁啊見到外邊位置啊，紅眼就快又勝啦，當家精彩都前噶啦。外邊粉紅衫仲有環球英雄啊，彩虹7色攞咗出去啊，咁啊埋邊白鼻梁嗰隻就星運笑着等緊位，中檔位置仲有8000好運，外邊缺一劍啊，咁啊揈埋出邊追，仲有巴閉哥，最後200零米，環球英雄走甩咗大約1個身位到啦，當家精彩就響呢個第2位啊，再見到外邊缺一劍追啲咧，入邊咧仲有彩虹7色同埋星運笑着，出邊團結戰寧嗰啲馬接近終點，環球英雄贏出呢場賽事，當家精彩就跑第2、第3名，臨尾都唔係好夠位嘅，都第3馬星運笑着。咁啊至於第4名嘅馬埋邊位置粉紅眼罩有彩虹7色，咁啊外邊追上嚟黃毛嗰匹係團結戰寧啊。結果今場賽事頭馬又係呢隻環球英雄。好啦，打搭再贏啊！係8準備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中檔電信巴打快閘啊，埋邊橙衫穿甲金英都快啊，最出走上去有同心同樂喎，中間走埋上嚟嘅馬有街燈啊，外邊位置仲有街燈啦，進佔第5就浪漫鬥士要騎出去啦，內欄第6位有我做到啊，中間上咗啲啊榮利雙收，外邊白衫白帽呢，咁啊有呢隻就馬佬啊，大外檔有好實力㗎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，中間位置就浪漫鬥士喎，個去勢都相當好啊，緊隨其後嘅馬有榮利雙收啊，出邊追有馬佬，內欄上有穿甲金英啊，最後百零米浪漫鬥士透出啦，但係呢個時候榮利雙收3腳節目已經將佢追過穿甲金英咧，進佔第3，夜馬嗰匹係匆匆在戰嘅榮利雙收啊，跑第2名呢就浪漫鬥士，穿甲金英第3，第4名係馬佬啊。結果呢隻榮利雙收，實際上過嚟跑谷草呢，佢個表現都算係唔錯啊！今場賽事匆匆在戰夜馬，浪漫鬥士入彎踩油發力先出咗頭噶啦，咁啊臨尾嗰幾步爭啲，結果跑翻個第2，穿甲金英就第3，第4名重磅嗰匹馬佬。
12。好，你一開閘應聲彈出內欄，關鍵所在係相當快閘啊！中間有幸運星球加應勇將啊，第4表第6位就棒棒糖啊，外邊第7位嘅馬有福星小子中檔橙帽啦，仲有團結勇士啊！咁啊後啲嘅馬匹先有呢隻川河洞區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關鍵所在走甩咗半個身位到啦，中間追上嚟㗎嘛，就加應勇將天外迎天都追緊啊！出邊位置有棒棒糖啦，偷入邊上仲幸運星球啊！最後百零米透出嚟關鍵所在，加應勇將率先上嚟過佢，外邊有棒棒糖，接近終點加應勇將咁啊，縮程轉過嚟谷草千二夜馬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埋邊關鍵所在，出邊追上嚟棒棒糖。咁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加應勇將咁啊，能夠可以展示到一個唔錯前速，咬到前呢個位置，結果就打開嚟香港嘅勝利之門，亦都為馬主獲得150萬嘅特別獎金啊！